哋導演同主演張家輝先生，仲有我哋主演劉俊謙大家好，朱晨麗小姐同埋我哋家人。Hello，早晨大家。你話大家未睇㗎係嘛？未啊？有冇啲人睇過㗎？咦，多謝晒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咁啊，睇過就都睇，會唔會驚多次咧？會唔會啊？有冇彈？你睇咗有冇彈你就話當時一下係嘛？嗱，咁所以一陣間你聽到啦，有啲睇過嘅會彈一下嘅咁樣。你哋一陣間揸住啲爆谷汽水嗰啲揸實啲，或者撥咗去打。係啊，咁我琴日喺 Flash 睇到有個女仔佢戴眼鏡嘅，佢話黐住個兩個女仔朋友睇，咁啊當一鏡嗰陣咧，佢撞埋個眼鏡，砰一聲，成場喺度笑佢咁樣。啊，咁啊呢啲一陣間你哋自己睇戲嘅經歷啦，咁想問下大家點解咁俾面咁快就嚟買飛睇戲咧？好，你講先啦。你好，張家輝導演。我是專門過來，就是想看這部電影。從哪裡過來的？我從成都過來的。成都的啊。對，謝謝。因為其實我昨天已經看過了，然後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。我想問一下，就是那這部電影後面的話，會有計劃在內地上映嗎？如果在內地院線上映的話，那您會安排像類似這樣的主演分享會嗎？謝謝。當然我拍了這麼一個電影，當然希望它能夠到內地去放映。能不能夠順利辦到這個事情，我暫時還沒能夠說出來。但是如果真的有節目的一天的話呢，我當然想帶着我的團隊一起過去跟大家聊天啊，分享一些大家看電影的感受。當然會。感謝你專程過來看我們的電影，謝謝啊！張輝哥，你的普通話這麼好，他有練。好啦，有咩嘢問下劉劉啊？有冇人答？好呢位朋友，好。係啊，你舉咗手喎。唔好意思，我冇。哇！啲大家攞晒身份證出嚟，男左女右。我想問，即係阿軒你好多部戲其實有嗰化言都係差唔多，好似之前嘅多心啦，同埋之前我睇到個龍仔都係一樣嘅化。我想問，就是呢個係咪你自己揀嘅，同埋以後會唔會有機會嘗試其他嘅有挑戰嘅創意咧？有挑戰嘅咩？唔好意思，我廣東話真係唔係好。哦。唔係因為咧男仔頭髮就比較短嘅，即係咧其實都係差唔多。龍仔嗰個咧就我同阿導演諗嘅，真係冇睇到，即係想去奪啲。咁呢套咧就阿家輝哥諗嘅，佢就唔想個醫生個造型咧太乾淨。咁反而就係嬲嬲悠悠，其實個人因為佢又成日瞓唔到覺。因為即係你見啲靚仔演員多數都係差唔多。你見 Brad Pitt 啊嗰啲咧，你見阿 Tom Cruise 嗰啲都差唔多啫嘛。咁總言之，佢自身佢有一個魅力啊，個魔力去演活嗰個角色，咁就 OK 啦，係嘛？好，有冇問題？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哋都唔阻大家太多，你最後一條問題。其實如果大家希望有機會，即係再睇咗大家傾咧，就可能大家會多問題發出啲。好，你請問你？我好緊張。係。我想問下劉俊謙，可唔可以除咗副眼鏡？點解咧？想見下你個真人啊！其實佢仲瞓緊。好，嗱咁嘅，我除咗你可唔可以叫多5個觀眾嚟睇先？我自己講可以咁啊要除咗條褲喎。嗱，除啊，全部叫多5個啊！有冇啲妙手仁心嗰啲做手術？直頭成個唔啟華咁啦，唔啟華咁樣啦。我買10場，我買10場。
好啊，你講啊，你講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係好。我睇咗㗎啦。哎呀，多謝你啊！係啊，咁我所以特登再睇咧嚟多謝你嘅。哎呀，我真係好多謝你。係真係嘅，家輝導演，你好得啊！因為咧首先你揀呢個題材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嘗試，真係一個好好嘅嘗試，讓香港人回憶翻，即係一啲當年我哋香港人經歷過一啲嘅困難。咁亦都揾到個出路啦，最後嘅結果係嚇，咁同埋係你用嘅手法咧就我諗係真係比較總之係即係大膽㗎啦嚇，因為我見足當中咧係有一兩位嘅觀眾中間咧開始咗冇幾耐就離場，但我諗佢可能係對於有啲鏡頭咧接受唔到，但係大部分留低喺度㗎，因為我睇到最後咧，我覺得係好感動。我估唔到係個咁好嘅電影。多謝晒你啊！同埋咧，真係好恭喜你獲獎啊！你係英國曼徹斯特有個電影節嘅最佳導演。哇！恭喜你啊！真係。演員方面，我諗阿 Karen 就係希望你除咗拍電影之外咧，上翻舞台做舞台劇。好啊好啊！我等你去罪與罰都2年㗎啦，結果都未等到。有機會，希望你有機會俾我哋再見。多謝晒。好。係啦，其他演員都做得好好啊，多謝晒。好多謝你啊！多謝。多謝你支持。多謝晒。好。嗱，大家睇到係嘛，都知道係堅嘢㗎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個影片。睇完如果覺得好睇嘅，推薦俾朋友啊，或者啲 social media 啊。聽翻我哋咯，好冇？多謝晒，咁我哋喺度同大家影張相好唔好啊？OK，我哋嚟。好。